高雄大发工业区今仔日瓦达有一间塑胶工厂爆炸着火，一个员工受伤，火烧甲正猛，演直直冲，烧超过4点钟。附近的工厂紧甲员工疏开，环保局认为这个业者违反空污法，会罚10万至500万。火灾警报一直弹，规条路已经互乌烟大甲看袂清。高雄大发工业区一间塑胶工厂，16瓦道向强度焚烧起来，阵阵的乌烟，就连几啊公里远的所在都看现现。业者讲，因主要是在做塑胶碗盘甲建材，工厂内底有大量的塑胶原料甲成品，到底是安怎烧起来的，因家己嘛啥无知。第一时间就是只有听到“砰”的一声，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有赶快拿水要去灭火。但是水压不足，靠，迄烟是都乌的嘛，你天顶拢乌，阮就中昼差不多12点要食饭前，阮就看那个全校广播说小孩子就今天不要出来外面进行游戏，都待在教室里面，要请老师配合。因为透西北风甲乌烟吹对大寮甲屏东新横过，不时有臭味。环保局也发警报通知民众爱关门窗，莫出去外口。消防局表示，因赶到规个时，规个厂区已经烧甲未收煞，隔壁电子厂也紧急疏散员工。除了派出八卦规个经济小救水线拍过以外，也派出机器人入去火场抓水，先把火势控制在厂区的范围，莫搁传出去。到现场已经全面燃烧。我们发现它疑似是回收的聚苯乙烯发泡隔热板的加温炉爆炸。大寮校风处的民众如果没有这个事情的话，尽量能够紧闭这个门窗尽量减少外出。这场火灾无人受困，敢若一名外籍移工卡受伤。因为厂区交倒火物件多，消防局出动46台车、117位的警技消去拍火，也是无法度完全控制火势。另外，环保局也随时监测空气品质，因为大火造成的乌烟实在伤惊人，已经对业者开单，会罚10万到500万的罚款。记者柯家做柯兆勇高雄场报道。